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最終章頻道，我係 Tony，今日講一講購買比特幣嘅須知。當你上網搜尋點樣買比特幣，而跟佢哋嘅方法買，係咪真係買到真正嘅比特幣呢？有啲時候你可能以為自己已經買咗㗎啦，但實際上你只係擁有咗一個數字。有好多平台咧根本唔允許你去提幣嘅，即係代表你唔係真正掌控你嘅資產。例如就係使用 PayPal 或者 Wealthsimple 等等嘅平台去買比特幣，你只能夠見到個價格升跌啫，你係唔能夠將個幣轉出，即係唔係真正擁有嘅。喺呢度好簡單，俾個基礎概念大家購買比特幣嘅3個步驟。第一就係選擇購買嘅平台，第二決定付款方式，第三將幣轉入個人錢包。方法一，我哋可以用交易所去購買，例如 Binance、Coinbase 等等。呢啲集中式嘅平台操作簡單，非常之適合初學者，同買股票差唔多啫。咁喺呢方面咧，都係必須提交身份嘅證明啦。而資產實際咧係由平台去託管嘅。例如用戶喺 Coinbase 上面註冊，上傳身份證，再用信用卡去買幣，完成購買之後咧，仍然放喺平台裏邊。方法二就係用去中心化嘅方法去購買，例如 P2P 即係 point to point， 或者比特幣嘅 ATM 提款機或者現金交收。呢個方法咧，你可以保留你嘅私隱，但係小心去詐騙同埋有安全嘅風險。到最後一步提幣嘅步驟就係將比特幣轉入自己控制嘅錢包。如果你將比特幣長期放喺交易所，其實就即係等於將現金放喺人哋屋企。如果平台出事，你嘅資產都會消失。而例子就係之前 FTX 嘅例子 ，FTX 倒閉令到數百萬人咧都冇辦法提幣嘅。咁如果你將個幣咧放入咗自己個人錢包咧，就可以避開呢個風險啦。好快同大家比較一下唔同嘅錢包同埋平台。冷錢包即係 cold wallet 嘅例子，譬如 Ledger 等等，係最安全、冇網絡嘅風險嘅。但佢唔好嘅地方就係要購入冷錢包需要錢啦，同埋操作咧係需要時間學習嘅。咁亦都要個人去好好保管呢個冷錢包。第二咧就係熱錢包 hot wallet， 例子就係譬如 blue wallet 等等。優點就係使用好方便嘅，喺一般嘅電話都可以操作。咁係唔好咧，就係你要妥善去備份咧佢一個種子嘅字嘅。而第三呢個交易所咧，佢嘅例子就係 Binance 等等啦。優點就係當然係方便啦，但唔好處就係咧有一個資產被凍結或者交易所有倒閉嘅風險嘅。今日嘅互動問題係：你願唔願意自己去保管比特幣呢？歡迎喺下邊留言同埋討論。最後好多謝大家聽到呢一度，記得 CLS 同埋 subscribe 我嘅頻道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